花莲即届霜冻严重的灾区，除了光复乡，还阁有凤林镇。前几天，凤林有灾民来感叹，讲拢无志工去因遐救援。消息伫网络顶传开了后，已经有真侪志工赶到凤林来斗相共。当地志工讲，目前的人力已经充足，但是欠开路的技师。前进协调所的总协调官桂连成讲，明仔载就会派兵力去协助凤林镇。讲即摆的凤林镇大路顶拢是涂沙粉啊，只要车一驶过，就会鹰架看无路。车驶伫路里拢是鹰眼，互人真歹看到头前的路况。韩国的画面，后民众讲袂输是台湾版的 Mad Max， 这是花莲凤林同款灾情严重。可以的话，不知道能不能帮忙清这些淤泥。那个这个淤泥不清的话，这块地就得死掉了。台风过后，你有看到志工吗？没有，一个都没有。一个都没有。有志工车是到凤林支援，灾民感叹讲，这是10天来头一届看到有人来斗相共。光复是重灾区，那边最紧急，我们都很清楚，所以我们也没有很多过分的要求了。现在先安慰我们了，说那边比较紧，现在都在那边，我们这边就稍等一下，看能不能跟他们协调，之后就过来这边支援帮忙。他们目前是在做那个就是理民自救，与其等人家来救你，不如自己先救自己。所以他们这几户是直接串联，然后就是互相就是救彼此。当地灾民互相斗相共，加在灾情伫咧网络顶传传出去了后，真侪山头英雄嘛拢来到凤林。志工表示，灾民认为人已经有够啊，即马搁较需要的是基础，才会当互主要的路线通车。前进协调所总协调官桂连成今仔日嘛表示，会甲凤林列作是重要地区，明仔载就会开始派兵观察人员，空袭勘灾。都是纷争。发生灾情的马大安邦山湖边嘛拢是铺设的鹰眼，四界拢是土粉。那边是165。着惊邦山湖后续有状况，林保署9月30派9人小组，各行到湖边勘查。10月初4成功到湖边，初5已经开始要转来到海拔2200公尺的所在完成勘查，收集到宝贵的资料，希望会当防止悲剧搁再发生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